基督徒故刘德川长老个别对事礼拜。主后2022年6月18日，圣经来听读马太福音书第5章第39、12节。心灵散车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。忧伤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甲因安慰。温柔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予因承接应允的土地。还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予因饱足。熬怜悯人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甲因怜悯。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因会见到上帝。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因会成做上帝的囝儿。为了实践上帝的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。为了我的缘故，人甲恁侮辱、迫害，讲逐款歹话诽谤，恁真有福气。着欢喜快乐，因为恁伫天顶的报赏真大。恁以前的先知嘛捌安尼受迫害。以上愿主祝咱所听读的话。为祝来宾、主内兄弟大家平安。伫2礼拜前的拜六，透早我转去神港参加我一个表阿姨因兜大汉囝，差不多减我大约3岁的远房表小弟入屋告别礼拜。我咧想，伊来时间是真早7点半就开始。日来伫即个武汉肺炎新冠病毒拄拄大流行的高峰期，应该会去参加的人大概无偌济才对。无拍算，迄早起去参加的人大约130个人以上。我即个表小弟读台大博士毕业，伊的头壳非常的聪明，也是真优秀的人才。大约伫8年前，伊的身躯无爽快，去做检查，一检查就发现是大肠癌接近尾期。迄时阵，医生照常理判断，推测伊大概剩几个月通活。毋过，前后伊做超过150摆以上的化疗。当化疗结束，人枵嘻嘻、聊聊较好时，伊就搁倒转去上班，也诚做伊的头家真好的助手。伊受主恩召，虽然我嘛诚毋甘，毋过上帝煞伊的病痛，搁会当诚做一个有见证的性命荣归天国，也互阮感觉迄袂输是伊人生的一场毕业典礼。伊咧领一个上帝颁发予伊的学位证书，伊也得到一个真大的赏识。他伫今日咱来参加咱所敬听刘德川长老，有人叫伊刘老师，也是叫伊刘主任。咱来参加伊的告别礼拜，专程来送伊人生最后的一站。这也是刘长老、刘老师、刘主任荣耀的一个日子。咱中间除了伊的遗族亲友以外，也有桥头教会、伦八教会甲沙利教会的长子兄弟做伙来参与。刘老师伊捌伫这3间教会拢有聚会，也拢有做真好的工。咱对个人历史就会当看到遮个。伫遮我只有干
补充伊退休了后，伊搬来西丽大。伫即段时间，上面伊还阁少年桥头教会，看心伫建堂诶代志。伊也讲，教会诶新地树仔是种诶，伊也想讲，伊会倒转去整理遮诶树仔。另外，伊来西丽教会聚会诶期间，听讲教会迄时最恶咧办儿童诶课后照顾班，拄好欠缺人手，所以就无少已经70外岁诶也用袂落来，了来斗相共伫最恶斗看遮诶小朋友诶功课诶需要，实在是真甘心。徛伫私人诶立场，我嘛爱感谢老长老当初真积极投入开拓桥头教会，以及协助教会大细济诶事工，也带领我诶牧师娘自细汉去教会读水学参加青少年。后来我做新学生去桥头教会实习诶迄中间，熟悉我诶太太，甲伊交往到结婚。即中间若无刘老师老长老伊安尼热心伫教会，可能我就会错失即个好诶姻缘。刘老师甲我诶丈人廖万勇老师也是桥头国小诶老同事，嘛是真好诶朋友。伫今仔日嘛有刘老师以前教过诶学生专程来参加伊诶个别礼拜。刘老师伫任教国小诶期间表现真优异，所以也捌得到教育部颁发第一届师德奖诶表扬。师德奖是教育界上悬诶荣誉，这比平是演艺界诶即个金马奖，实在是真无简单荣幸诶代志。老师伊人生诶贡献，伫教会诶信仰、伫学校诶教育以及家庭亲人三方面，第一，伫信仰方面，自从伊信主以后，伊就真伫意伫做礼拜甲服侍上帝。伊嘛真伫意伫灵修。伊以前固定有咧读新眼光读经手册，有时阵伊拄好袂当来教会，伊也特别吩咐讲爱家己留一本新眼光读册即个读经手册互伊。啥时阵咱嘛看到伊介热心咧传福音，所以也引带伊老爸信主洗礼。伫教育诶方面，无论过去伊求学，也是讲咧读师范，也是伫几间国小学校咧任教诶期间，伊实践传道、改革、授业、教育精神甲理念，伊作育英才无数，是一位真受敬重诶良师益友，也是互人非常敬佩诶长辈。其实刘老师伊本身真多才多艺，伊也自修乐器，伊会晓弹琴，伊也教过音乐。总是咱所熟悉、咱所认捌诶刘老师，伊一向就是文质彬彬，是一个绅士人，永远拢真谦卑搁客气。通讲这是一个典型读册人诶款。伫家庭方面，捌伊诶人拢知影刘老师伊真疼某。即几年伊诶负责人破病哪来哪严重，伊也永远守护伫伊太太诶身躯边，无分日暝伫陪伴，是一个真典型疼某顾家诶查甫人。
伊育有3男，各有家庭甲事业。原本遮个囡仔为着年老破病的爸母，也拢已经做好万全的计划甲各自的安排，盼望互爸母伫即个人生最后的阶段，会当有一个真好的生活品质，也会当有家庭共同的生活。总是计划赶袂赴变化，也求主怜悯安慰伫为主。恁的好心，上帝也知影有看见，只是上帝有伊搁较美好的安排计划若定。圣经伫遮主耶稣伫讲，有福气的人，真有福气的人。伫马太福音第5章第39、12节，现代台语圣经译本总共有出现9摆真有福气，因为第10节到节拢是咧讲为主、为上帝受迫害的人，所以即2节解合做共一种的人，一般就称作是耶稣教士山上宝训8福。伫以色列圣地加利利的海边，也有一座教堂，称作8福教堂。8种有福气的人是心灵善良的人、忧伤的人、温柔的人、腰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、熬怜悯的人、心清气的人、促进和平的人，以及实践上帝的旨意，为了主受迫害的人。这8种的福气，咱若对照华人文化咧追求的5福，福禄在主寿，也是古早人咧讲的寿比南山，恭喜发财、健康安宁、品德高尚、善终，这个善始善终，差不多华人文化咧讲的幸福美满，甲基督教的有福气的性命有介大的各样。华人看重是在生眼前的福气，若是基督教注重的是伫今生甲永生相同的福气。一个伫主内真有福气，头一个就是信靠上帝的人，诚做信靠上帝的人。一个信靠上帝的人，就是跟对耶稣基督的人。伊已经甲伊生命的主权交托予上帝。使徒保罗伫罗马书14章第7节到第8节讲，咱无人为着家己得活，嘛无人为着家己来死。咱若活，是为着主得活；若死，嘛是为着主来死。所以，咱无论活还是死，咱拢是属主的人。另外，伫希伯来书11章的第6节讲，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的人，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，搁信伊会互找求伊的人得到报赏。也就是讲，要成做一个主耶稣所讲有福气的人，大先伊需要信上帝，爱成做一个信靠上帝的基督徒，先听叹福音了后，才会当成做一个领受上帝赏赐天国福气的人。第二，希望实践上主旨意的人。希望实践上帝旨意的人，主耶稣教示咱，伫伊教示咱做祈祷文的祈祷开始，就安尼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做一个基督徒，性命上爱深的祈祷甲实践，
就是尊迎上帝，是神圣佮圣洁的上帝。也为着即个目的，必须要尽心尽性、尽意尽力来听主上帝，寻求上帝旨意，认真读圣经、祈祷、敬拜、服侍，热心做见证、传福音，做上帝所欢喜、所爱的代志。无论是会活是死，无论是言行举止、做人行达，互主的名因为咱来得到荣光。心无实践，拍拼实践上帝伊的旨意，这是为着要得到上帝的欢喜。无拄拄就会受人的恶恼甲认同，因为有时阵为着要追求公义、和平、人民、检采，会受到人的排斥、侮辱，甚至诽谤、迫害。有时阵是攻击、伤害，也是丧失肉体的性命。若是愿意伫信仰徛在，到伫人生的路尾，也就是上帝看做好佮尽忠的奴仆，会当有份伫上主天国福音的人、福气的人。三，诚做上帝囝儿的人，诚做上帝囝儿的人。基督徒因为信主的缘故，就诚做上帝囝儿，通称呼上帝做天父。诚做上帝家内的人，咱彼此就诚做是兄弟姊妹。做上帝囝儿的人是有福气的人。咱是老爸的囝儿，自然咱会当分享老爸所有的一切，也当得到老爸所有的疼、关心甲管教。咱诚做天父上帝的囝儿，自然咱也会受到天父上帝伊完全的疼、保护以及管教。感谢上帝，咱所敬听的刘德川长老，伊在生时，伊掠认捌主耶稣做伊至好的朋友，也是伊的救主。伊认真信靠上帝，伊也伫伊心无追求实践上帝的旨意。伊也是上帝所疼、所管教的儿女。呾伫伊人生的毕业典礼，伊毋若是人看做一个有福气的人，搁较要紧的是，主上帝看伊做一个真正有福气的人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大慈悲搁有恩典怜悯人的上帝，阮感谢你赏赐刘德川长老、刘老师、刘主任，伫伊的一生的中间，诚做人重要的亲人、至好的挚友、同事甲恩师。上时阵，伊也是教会要紧的调节，互伊的一生发光发热，荣光上帝。也诚侪是家庭、学校、教会甲社会好的帮衬，是阮的模范。愿你的国我带领，安慰为族甲正人的心，互阮信靠你，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阮做你的囝儿，无论伫地呢也是天呢，阮拢是主你所赐福气的人。阮安尼祈祷，是靠对死国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82岁哦，82吼。阿妈，你要几岁啊？哈？偌济？偌济？
偌济？阿公，嗯我买的是香蕉蛋糕哦。啊，香蕉香蕉蛋糕。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，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，给你我百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。给我你带着微笑的嘴角和眼眸，给我你灿烂无比的初春和深秋，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，给我你最最珍贵所有的所有。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，给我你多年以后仍握紧的手，给你成熟，你给我迁就，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？目前赢最多的是这一个，看清脸哦，就是这一个。都几十岁了，年纪蛮大的那一个。给你成熟，你给我迁就，会不会就这样白了头？住进护理之家的爷爷依旧充满爱、慈祥，总是想要给我们最好的。他时时刻刻陪在奶奶身旁，随时回应奶奶的需要。他对照护员很有礼貌，常常说谢谢。他看到去探望的我们，就会想要给我们零食，冰箱里的水果饮料，他偷藏的钱，甚至便当里的鸡腿。他能给我们的也许很微小，却是他尽力给出所有，无论什么年纪、什么环境，他总想给我们最好的。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，给你我微不足道所